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啉酒开车的新法就路。全台湾的警察用封闭式的路检大执法，昨一天就处罚299件。警方嘛特别来提醒，讲这个新制度对乘客有采连坐罚。若是咱咧坐车驾驶有啉酒，乘客嘛要罚600块至3000块。详细拿检每一台经过车辆，这新制大上路就有人被抓到。就伫台北内湖，这名驾驶酒测值超过0.25，连带公车的朋友嘛爱被罚。全台3天采取封闭式的路检，处罚啉酒开车大执法。敢若第一天全台就处罚件数有299件，其中198件酒精的浓度超过0.25毫克，涉及公共危险罪。其余酒测有23件，拒检的有3件，罚款对过去9万提悬到18万。人以为讲坐便车无代志，这酒驾新制对乘客冒采连坐罚，满18岁以上的乘客当处600到3000。半暝12点43分，伫新竹开出第一张的罚单，全台总共处罚25件。不管是机车或汽车，因为这个会被连坐处罚600到3000元的罚款。7月7日啉酒开车新制上路了后，超标0.15毫克机车驾驶罚款无变，但是汽车驾驶提悬到12万，5天内2次。酒驾维持同款的罚款，但是累计3环以上，汽车开罚到21万。酒驾机测的第一次是18万，第二次是36万。政府加重罚则，展现对啉酒开车零容忍的决心。